今日講下一個叫做家居保險騙局啊！近期咧，曾經有個苦主咧，就因為呢個家居保險騙局喺2天之內咧就俾人呃走咗50萬。主要咧騙徒都係利用呢個免費試用啊、即將過期啊、即將自動扣款啊嘅心理戰術，結合虛假嘅 AI 客服同釣魚網站，誘騙市民親手轉帳。騙徒咧就會假扮客服，自動幫你買咗份家居保險，仲開埋自動轉帳喎。你一驚之下就想去取消，咁就中晒計啦。騙徒咧會叫你做一啲轉帳，做一啲所謂嘅資金核實或者取消手續。其實正常用腦諗下，一提到需要轉帳就已經好奇怪啦。取消一個服務，仲要去做轉帳，根本就係一個詐騙。大家千祈唔好亂撳陌生網址啊！低級騙局咧就引你填方，收集個人資訊。高級騙局咧就你一撳落去，部機就已經被 hack 咗。被 hack 咗之後咧，佢哋可以遠端監控你部手機，偷用你嘅 WhatsApp、親朋好友借錢。最恐怖嘅係，佢哋可以直接攔截你銀行同股票交易嘅 SMS 驗證碼，喺你完全不知情嘅情況下，將你戶口嘅錢全部掏空。所以個人嘅保安意識一定要做得好。就正如你屋企條門匙咁樣唔見咗，你事後先至去怨銀行都冇用啦。網上仲有一種叫零點擊漏洞，只要你一點咗呢個網站嘅陷阱，佢哋唔需要你填任何密碼，只要你部電話被載入咗佢嘅惡意程式代碼，你部手機嘅終極控制權就已經拱手相讓啦。所以咧，唔好以為入去睇下唔填資料就冇事。你部手機入邊鎖住咗你所有嘅私人密碼同銀行戶口嘅終極門匙，真係要小心保護。